多謝資本雜誌咧同埋評判咧俾呢個大獎我哋啦。咁我哋恒基樹業地產有限公司咧，不嬲咧做咗好多世界級嘅建築物，尤其是 De Henderson 啦，就獲獎無數啦，亦都有10個全香港，我諗冇人多過10個白金級別，即係 Platinum 級別嘅健康啊、綠色嘅建築啦嘅 certificate 啦。咁再加埋咧，而家集團再有一個再大啲嘅項目咧，就喺中環碼頭啦，已經命名啦，叫做 Central Yacht。咁未來嘅項目咧就2027年頭咧就將會落成咧第一期，咁將會有好多嘅橋啦，就駁通咗唔同嘅中環嘅地段啦，亦都有好多綠色建築啊，到時會有好多唔同嘅 biodiversity 嘅元素，亦都會有噶。咁亦都有一個好消息咧，就係個大廈咧都未起好咧，就已經有個好大嘅對沖基金咧，已經簽咗223000尺嘅租用我哋嘅地方可出租嘅70%啦。咁所以好開心，就係雖然香港好多供應啦 commercial building，但係一啲有眼光國際級嘅客戶咧，都選擇等我哋一個再世界級嘅大廈。多謝大家。